挂起来呢，吃了这个水分的豆腐，风干一点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，其他天我们都是必须要挂出来的。牛肉口感的上乘，不在锁水，而在脱水。晾晒过后，表层的水分蒸发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在新鲜看来，肉的内里依然是一片湿润的沼泽，需要更激烈的燥热挥洒。做牛肉绝不是耍花枪，只要你来保证让你真心吃到爽。你说牛肉筋道香糯，不得不服。我说22年传统工艺绝非世俗。很少有人会把这个牛肉拿来生爆来出水，这一步是摄耗最大的，很多人他是舍不得。当牛肉的水分和身体的水分一起蒸发，锅里锅外，一节暴汗瘦身课程完毕，效果相当显著。除去多余的水分，才能重新注入灵魂。骨汤秘料是打通牛肉筋络的神仙水，收放之间，牛肉成仙。